有埋伏！主子，你们先走。走。重的跟猪似的，累死我了你！好险啊！你那些侍卫太没经验了吧？树林里有埋伏都不知道，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，走吧。龙小弟！龙小弟，你没事吧？你个笨蛋，准是吸了毒烟了。哎呀！龙小弟，龙小弟，你醒了？没事吧？老大，我做了一个好长的梦。做什么梦了？我梦到有一个美人在亲我。不正经，一醒来就不正经，是不是？老大，我呼吸过来。你又怎么了？这装的还是真的呀？哎，你别吓我，龙小弟！龙小弟！龙小弟！你又骗我是不是？没有，老大，我没有骗你，我是真的很难受。你再给我做一下。做什么做？你这次是装的还是真的呀？龙小弟，你别跟我开玩笑啊！龙小弟，龙小弟，龙小弟，醒醒啊！龙小弟！倾城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等找个安全的地方，我再给你疗伤。我没事，辛苦你了。你是为了救我才负伤的，说这些做什么？今天若不是你，我就危险了。只要能真的帮到你，就算让我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我知道，你几次留下来不肯随康熙走，都是为了我。其实你不用担心我，那些官兵对我来说，不过是清廷养的酒囊饭袋，根本就奈何不了我。大师兄，若是放到平时，我自是不担心。可是这回，你从刘德昭的府上救了孟祥和以后，连续恶战了几天几夜都没有休息。万一稍有闪失，出了意外怎么办？你还知道为我担心，可另一个人呢，只知道为别人担心。
大师兄，你别伤心，小师妹不是不担心你，只是在她心中啊，你这个猪哥哥是无所不能的大英雄，根本不需要她担心啊。臭死了！你说你吃那么多干嘛呀？你哪是龙啊？你就是一头猪！你才是猪呢！割到石子儿了！你干什么？要弑君啊？你有没有良心啊？我累成这样，你在上面给我装昏迷啊？不是，我哪儿装昏迷了？我刚才是被你撞晕了。得了吧，你刚刚明明是醒的。不是，我本来真的是晕着的，你走路摇摇晃晃的把我给摇醒了，我正想下来呢，这不知道你这叽叽咕咕说什么呢，我就想听一下，没想到啊，你居然在背后说我的坏话，被我发现了以后，你还行凶把我扔在地上。恶人先告状啊！行，我躲开行了吧？别，哎，老大，你不是。你别生气啊！我请你吃好吃的还不行吗？不是，哎，老大，我这屁股坏了，我追不上你了。哎，老大，不是，别生气，你听我说，我那时候，哎，不是，老大，你考虑一下伤残人士。走开！快走！二位，快走啊！越来就走。酒足饭饱，好幸福啊！不过。我大哥跟丽萍娘娘不知道怎么样了。你放心吧，以你大哥的本事啊，至少保护他自己和丽萍安全脱身是没问题的。但是我们去哪儿找他们呀？眼下整个山西都不安全，咱们只能顺着道往京城走。要是能在半路上遇见了，那当然最好；如果不行的话，就只能在京城碰面了。也只能如此了。大师兄，不是那儿，是这里。啊，怎么了？大师兄，现在啊。你是大夫，我是伤者，治伤的时候不用拘于男女之礼。